僕人敬聽三代經課5月25號詩篇67篇。願上帝憐憫我們，賜福給我們，使他的臉向我們發光，好讓全地得知你的道路，萬國得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願萬民稱謝你，願萬民都稱謝你，願萬族都快樂歡呼，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，引導地上的萬族。上帝啊，願萬民稱謝你，願萬民都稱謝你。地已經出了土產，上帝，我們的上帝要賜福給我們，上帝要賜福給我們，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。約翰福音14章23至29節，同埋15章1至9節。耶穌回答他說：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會愛他，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，與他同住。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差我來之父的。我還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。但保惠師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，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。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。我所賜給你們的，不像世人所賜的。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過，我去了，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。你們若愛我，就會因我到父那裏去而喜樂，因為父比我大。現在事情還沒有發生，我預先告訴你們，使你們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會信。我就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掉；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剪乾淨，使枝子結果子更多。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潔淨了，你們要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我就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這人就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被丟在外面，枯乾了，人撿起來，扔進火裏燒了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凡你們想要的，祈求，就給你們成全。你們多結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，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我愛你們，正如父愛我一樣，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。使徒行傳16章9至15節。夜間有異象向保羅顯現，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：請你過來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。保羅既看見這異象，我們就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，認為上帝呼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。我們從特羅亞開船，直行駛到撒摩特拉。第二天到了尼亞波里，從那裏來到腓立比，就是馬其頓這一帶一個重要城市，也是羅馬的駐防城。我們在這城裏住了幾天。在安息日，我們出城門，到了河邊，知道那裏有一個禱告的地方。我們就坐下來，對那些聚會的婦女講道。
有一個賣紫色布的婦人，名叫呂底亞，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來敬拜上帝。他在聽着，主就開導他的心，使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。他和他一家都領了洗，就求我們說：你們若以為我是真心信主的，請到我家裏來住。於是他堅決請我們留下。啟示錄21章10節、22節至到22章5節。我在聖靈感動下，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給我看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。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，因主全能者上帝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，因為有上帝的榮耀光照，又有羔羊為城的燈。列國要藉着城的光行走，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。城門白晝總不關閉，在那裏沒有黑夜。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。凡不潔淨的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，都不得進那城。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，才得進去。天使又讓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，經過城內街道的中央，在河的兩邊有生命樹，結12樣的果子，每月都結果子。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。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，在城裏將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，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見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將寫在他們的額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或日光，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，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